那从黄伟哲市长上任以来，108年到111年这4年的时间，已经投入了34亿余元来建设我们农村地区的农路跟水路，整个的经费大部分都放在我们的西北地区，还有我们的大北门地区。其实每一年都在增加农水路的这个经费。从108年呢我们农地重划区的市预算编列1.5亿，那到109年呢1.7亿，那再来110年呢1.9亿，那到111年呢就编了2.9亿，所以这个经费一直在增加，就表示我们市长非常重视我们的农村，那也非常希望呢农民有一个好的一个生产环境，那让他们的这个耕作生活都更加的便利跟舒适。这条啦，这个真正袂歹。拄啊，这个呢，这条路我时常有当时自己惊4、5届啦。前迄去做好，我来甲看吼，这条路真正有照去讲来做，就是讲有认真做啦。本来是破破烂烂吼，这都来管改善安尼吼，对这农民非常好啦。咧收割啦，路种啥，骑车也较安全啦。无这咧做事拢一寡老人吼，骑车那个路歹影跋倒吼，较无方便啦。感谢市长。市政府给咱做这样的水的路了。那我们今年呢，111年我们还要投入我们西港14这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这个改善。那么总改善的面积大概呢会有500公顷，那总投入的经费呢会有4700多万。那我们会改善15条的农路，15条的水路，那总长度大概有7400多公尺，而且呢还会做200座的耕作板桥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们种植水稻、胡麻，所以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早期农地重划区的改善完了之后呢，会对当地的一个农业生产环境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掌握施政3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西港西港也是台南的一个农村的地方。那农路是农民这个很多农产品进出很重要的一个通道。那这个地方原来只有2.9米的宽度要会车都很困难，现在已经大幅增加了4.9米，增加到4.9米的宽度，将近5公尺。那会车可以很容易，尤其农机进出也很方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本来的水沟都是 V 型沟，很容易崩塌，现在改成 U 型沟之后，不但排水量增加，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水沟更加稳固，那不容易崩塌。因此呢，我想说，改善农民的农路，就是改善农村的高速公路，让农民能够容易的在这边不管从事生产，不管进出，不管开车，不管骑车，都是很方便的。所以这是我们重点的一个施政项目。你好，是顾家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。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，带大家做回来关心。台市两位员警不幸殉职，加工拄好是议会总结顺头一天，官员甲议员先默哀1分钟。面对台警夺枪的严重犯罪，虽然17点钟后逮捕嫌犯，议员蔡辉表示，每一摆台警事件发生，威胁社会安全的方法拢无找到。结果也是以警察台湾人的命来保，陪伴内政部长徐国勇爱落台，经质疑所讲的大打严惩，结果是原警开枪被告，无严惩被抬，强烈要求修改警械使用条例来保障原警安全。大概警察是讲爱开枪，爱开枪，非要选爱开枪，标准对啊。大概的时阵，拢讲我要检讨，要修法，修法就对。所以，这个内政部长爱落台就是这个原因啊，不是拄着警察英勇抗敌，也是组织爱做通缉犯，世界来讲。面对两位殉职员警，敢会当立中烈士，会长黄伟哲嘛答应将由市警局申请电报内政部同意地档。市长会当立中烈士未？你规定，我来呈报。好，你要讲你讲。迄个家议员报告，感谢你对这个议题关心了哈。你卖拖时间会使袂使个？我知这个可以，他可以由那个警察局申请到内政部，我们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
面对环境被杀害孙子，议员蔡玉辉、蔡淑慧甲李宗诚联合质询，拢表达痛心，后续就是检讨人力装备增加，甲加强训练。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。面对两位环境孙子的时间点，议员蔡淑慧表示实在无忍心责备。不过，依照台南市警察编制5351位，现有4297位。除了要了解基层人力明显不足，是中央招聘的率出入无悬，也是预算有限等问题。嘛，进一步要求官业补助以后，加强教育训练，让警察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市民。因为人员不足、编制不足，所以他们光上班就累死了。上班之后要休息，他们没有机会去接受其他更进一步的一个受训。昨天网络一片在讨论，为什么持枪的警察会被拿刀的那个歹徒杀死？是不是远警太累了？所以他们的一些基本训练慢慢疏忽了。我觉得我们给予警察勤务的当下，对他们自身安全的训练，我们要更努力一些。我们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学科跟术科的讲习，像术科至少都要有8个小时，其中包含射击跟这个所谓的综合逮捕术。是。那过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避免直接的接触，我们才停办的那几个月。现在我们都陆续有在恢复。是。警察人员的这个员额的增加。预算的增加是一个必走的方向，你不增加也不行，因为因应大法官释宪785号，这是第一个。那增加多少？咱爱来规划。第三，就是讲，他们讲啊，增加人员也要增加训练，还要增加装备。另外，面对建商将对水高社新社区的开发，甲一边破烂烂的警察新村形成强烈对比。议员表示，因为现况只剩70几户，所以建议协调管护刷到新起的社会主体案地，将超过25亿3大的用地进行开发。对此，东华局长表示，会协同警察局做伙甲社会主体机构以及管护沟通，寻求上界适合的方案。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。议员李宗诚关心个人被诱拐骗到柬埔寨案例，议员表示，有一位今年3月去柬埔寨安南区青年，4月就失去联络，家属现在看到新闻紧张，8月才报案。不过，议员表示，这拢是爱靠中央，至于地方根本无能为力。对此，警察局回应，对7月10号到8月20为止，受理43位的侦办已经救回来4个。会中议员嘛进一步要求，不只是旅行社顺利trả落来，无予伊出境，一人得罚2万块奖金。一般民众嘛比较共同打击犯罪。不管说这些年轻人到底是不是一条人命都是无价，都是无价的。不管他是因为被诱惑、被骗，那这些人就应该死吗？就不应该得到我们台湾人的重视吗？台湾政府的重视吗？是这样？不是无能为力，我们必须把它盘点出来，然后对于知道他具体所在的，对不对？赶快通报。地方要赶快把这一些资料收集完成，通报去给上面的人，然后上面的中央的这些单位再来处理这些问题，是吗？是的。本时嘛担任各准教练李宗诚相当唔甘，伊爆料目前成功建立兄弟职业棒球队的阮玉志，其实伫生化高中棒球队时，却接受教练唔形成严重虐待，而且伊竟然是以诱骗教练来抵制专任的教练，破坏体制，有人收集伊这罪证来清明，议员嘛强烈认为伊无责任，要求退案。其实这个案子为什么会现在才拿出来说？因为就是当下人家记者问这个选手，这个阮选手讲，是啊，那你当时都唔敢安尼讲，啊，你那拢无把这个代志讲出来。如果调查属实，光是这个对选手施虐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做处置。至于整个学校的棒球队的起色，或整个棒球队的这个战绩的问题，以及专任教练跟约聘雇教练的一个中间的协调，总教练跟专任教练之间的协调问题，我们也会把这个制度弄好。
会中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1礼拜内完成调查处理，嘛无容允有任何提高人的关税追究到底。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，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，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，怎么看它就是月饼。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，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，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，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，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，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，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，用了还能滋润皮肤。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，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，还有洗身体的。那用在洗脸的部分，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，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，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。那偏干的话，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，让它洗完保湿以外，还能让它滋润一点。那一般的皂呢，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，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。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。就是洗完之后，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发现，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。那洗身体的话，它会针对皮肤等于去角质，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，其实的好处就是说，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，增加一个保护力。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，就是清洁而已，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，做一下保湿。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，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，很不舒服。那如果太干的话，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，其实会痛，因为没有保护膜了。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，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，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。除了月饼造型，精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，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，让手工皂造型多变，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。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，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。那做的时候，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，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，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，他觉得蛮有意义的，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，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，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，脸也可以洗，身体都可以洗。好，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，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，洗身体还是有分开。好，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，像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功能，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，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，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，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，皮肤比较暗沉，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。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、冻龄一点，那我就用玫瑰的啊。好，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，还要更有杀菌功能，不要避免蚊虫咬伤。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，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。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，搭配模具的使用，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，让消费者爱不释手。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，恨不得能全部带走。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，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？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。普德服务社会做好人群理念的新白鹿燕窝观光工厂的总经理，同时也是现任国际狮子会300地湾区第19分区主席林义书，因为深深体会消防同仁伫保障市民财产安全的付出，因此结合民间的企业甲狮子会，共同捐赠一批防焰拌面皂加手持式的热显像仪，价值大约46万元。很久以来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在火场上的冲锋陷阵的救难是非常非常辛苦跟危险的，但是有很多的装备上的不足，会导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在执勤的过程中受伤害。所以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也跟消防队的这些年轻弟兄在讨论，那你们需要些什么？
那我们的捐赠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你们？好，在你们在前线救护我们的时候，也能够保护到你们自己的生命安全。所以有这个机缘，我们就一直以来就跟消防队这边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，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之下，然后我也把这个讯息带给我们狮子会所有的同仁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了解这些在前线努力救护我们的人，他有生命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健康的一些需求，所以呢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站在这里，那以后绝对还会有另外。好，再一次或在第二次，但是第三次，只要我有能力的一天，我们都会希望能够为我们的消防队、为我们的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心力。0206地震的时候，在搜索，在黄金时间要搜索是否有生命迹象。那倒下来的大楼那么多房间，那么多碎块，那么多倒下来的建筑物所形成的孔隙，在那里面找到人，大楼那么重，这有点像大海捞针。你没有借助科技装备，事实上，往往，在你找到的时候，已经错过黄金时间了。所以热显像仪，还有呼吸探测器，这些都是能够找到生命迹象的很重要的器具。另外，在消防现场、在火灾现场的时候，热显像仪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火源。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这是消防是一门科学那我们科学就要借重科学仪器。市长表示，有了这批救灾的装备器材，不但对消防人员的救灾工作真有帮助，而且具有实用性。会中市长嘛回敬感谢状，一方面感谢善心企业的关注，另外嘛希望借出抛砖引玉，唤起社会大众更加侪善举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担任里长长达12年的林德禄，时时保持着善良而且真诚服务的心，特别是与里内的成功特教学校一直有频繁的互动，不管是学校办活动还是庆典，里长都会大力支持，并且知道学校缺乏资源，还会用红包的方式来赞助。很感谢他在过去10多年来都一直关心我们学校。我来之前，我就任之前，8年前，那里长就一直在关心了。那时间我任期也到了，8年也快到了，他还是持续关心，所以我们全体的师生也非常感谢里长这样持续不断的关心我们学校。校长心里真的十分感动，在各项资源不足的状况之下，里长一直以来都是学校的最强后盾。而在几年前的宿营活动，里长的一个举动，更是让校长将恩情铭记在心。每个孩子都有一些摊点那可能是微薄的一个70块而已。那里长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就非常有创意的，他刚好利用他本身是东破塞，所以刚好在这边也给我们赞助，干脆就亲自来召集他的好朋友、他的家属来为我们办桌。身为中破塞的里长，烧的一手好菜，什么功夫大菜都难不倒他。一听到学生只有70元的餐费，马上二话不说就出动一整桌的办桌料理，让学生们饱餐一顿。因为囡仔袂方便，伊讲要搁来遮住暝。我住暝，讲要食便当，我无贵。阮叫阮厝内甲一寡朋友来斗合力落啊，甲办桌互因食，互因感觉有这个温暖。较袂讲食一个办活动咧，食这便当，还是食一个什么小点心歹看。我讲。校长讲也不要紧啦，这村的钱拢唔免看啥，就班的人就当食就好啊，互囡仔欢喜安尼啦。校长说，特教的孩子多数都没吃过办桌，因此不只感到相当新奇，也吃得津津有味。里长的这份善心，不只感动了孩子们，更是让大家都领略了社会的温情。记者林嘉义、肖怡轩高雄报道。高雄柴山志洪池近日盛传有大量鱼虎出现，引起许多钓客前往试技巧、拼手气，频频甩竿探寻鱼虎踪迹。而7月也正值鱼虎繁殖期，但是鱼虎是外来鱼种，对于水中自然生态伤害极大，又怎么会出现在柴山志洪池呢？所以你是特别要来这钓鱼虎的？系啊，来看有无？应该是人家放的啦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其他
算是应该是雕刻吧，我猜。对啊，就是知道来这里放，就是他们方便他们雕这样。高雄市议员简焕忠也在脸书 po 文提到，有民众向他反映，看到成年鱼虎在保护幼鱼时会出现的死亡泡泡，也有调获的成年鱼虎照片。简焕忠表示，鱼虎是属于外来鱼种，生性也非常凶猛，呼吁民众不要随意放养。我想就是在鼓山那个柴山自融池，它的相关的联络水道就是发现有鱼虎的踪迹嘛，那其实会对于当地的柴山的生态造成一定的冲击。那我们知道，其实鱼虎它的侵略性很强，那其实它对于整个鱼类来说，它是无差别攻击啦，所以我们期待就是市府相关单位可以来紧速来重视这个问题。那另外在这边也真的要呼吁所有的市民好朋友，真的对于这一种外来种的相关的动物，千万不要乱发生。然后包括之前在我们市区就会看到那个所谓的那个绿虫期的踪影，那以及在自融池出现鱼虎这样的事情所以真的再次呼吁，真的是所有的好朋友，对于外来种的野生动物千万不要乱发生，这样会破坏到台湾的原始一个生态。近年来，民众放养的不只是鱼虎，也有侵害农作物的绿鬣蜥。外来生物种类在弃养后，因为没有天敌，很容易就在野生栖地繁殖，进而影响到台湾原生物种的生存。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。高雄市原民会在茂林区开设部落狩猎文化课程，号召30位部落男青年，由部落耆老及老猎人们担任讲师，带队至旧部落，讲授捕猎技能、搭建猎寮、辨识山林符号等文化的学习。连3天的猎人文化课程真的非常的感动，由部落的耆老还有老猎人担任讲师，由大概中年壮年的担任小朋友的辅导员，主要受训的大概是青少年国高中的小男生。他们在山上呢，透过猎人的训练，学习猎捕的技能，学习怎么搭建猎寮，认识山林智慧，认识植物等等，心得满满，学习非常多。原民会主委阿布斯表示，茂林里部落拥有高雄市独有的原住民文化，其语言、文化及技艺等都有别于屏东及台东的鲁凯族，是属于濒危语言族群。那其实茂林呢是鲁凯族的下三社的族群，所以濒危的语言、濒危的文化，我们原民会是更加的重视。我们这一次透过我们的部落大学原住民文化人才培育的计划，来合作这样的一个猎人文化课程。除了在经费上支持，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呢，也有做一些影像的拍摄，会把这影像呢来送给部落。那最重要的是，非常感动是部落自己重视自己的文化，而自己自发性的说要举办这种猎人的传承文化给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持续来支持，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。文化课程中，女青年跟着妇女学习做传统小米塑，祭典前夕学习编花环等技艺，历经3天的养成训练，30名小猎人们带着满满收获，接受部落耆老们的花环及祝福，围舞欢庆，告示部落族人整个狩猎文化课程圆满成功。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。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，我是顾文杰，咱再会。